今日劳动节连假第一天，东北季风减弱，各地气温有回升，敢若一寡所在有了来落雨。这个好天啊，爱把握，因为对礼拜开始，也就是连假的上尾一天。今年第一阵黄霜雨的方面到位，时到西部会来落雨，北部会降温。天气真好，富公渔港内面人吵。连假的第一天，记得到咱所有游客一透早就来坐船。登船实名制，请出示船票及证件。玩去钓鱼。是趁着连假去吗？对，趁小朋友就是放假的时候一起去蓝屿玩。这一开始，东北季风减弱，各地气温开始回升，敢若一寡所在阁有小可降雨。假期的前2天天气是真好、真稳定，不过对初三暗时开始锋面通过，所落来东北季风增强，受到迄天暗时中部以北、东北部和东部先转凉。中部以北要留意局部较大雨势，各地可能都有些局部阵雨或雷雨的发生的机会。我的锋面通过时间还有雨势，可能还是一些不确定性。周日晚上到周二，相对而言是天气比较不稳定的时候。这是今年第一波黄霜雨的方面，连假了后，雨区扩大，天气无稳定，感受是湿湿凉凉。会持续到初六后礼拜三，各道路况的部分，连假第一天出游的车潮出现啊。各三北区英国系统、各一机场系统，含各一湖口路段车拢真多。按照连假第二天，公告往北会持续车多，下晡开始启动北向高行载。国五宜兰到坪林呢，从下午1点到深夜也都有拥塞的状况。另外，从下午1点到晚上6点，国五北向实施高承载管制。初二连假第2天，公路局预告一寡省道主要干道、接国道的路段和观光风景区4个地仔的路段，对早起开始就会出现车潮。建议过路人出发进前爱先查路况，闪开尖峰时段和路段。西部国道客运伫拜六阁有超过6成的位，东部国道客运嘛阁有要8成的位，鼓励大家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